所以赵凡舟真的跟你说分手了吗？到底为什么？你都问了多少次了？我都说了我不知道。所以你答应了吗？有病啊！我不答应能怎么着啊？我跪下来求他吗？你要是敢跪下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不行，我要去打断他的腿。坐下，坐下。你一直这么哭，不累吗？你能不能闭嘴？谁让你一上大学就谈恋爱的？好好学习不好吗？非要谈恋爱？你别这样，我怕我也控制不住的。为什么要分手啊？为什么要分手啊？我不要分手！我不要分手！我不要！明明舍不得你受伤，偏偏哎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又不是男生非得用蓝色，女生非得用粉色，你得打破性别的桎梏。谢谢你给我分享你的秘密基地，以后不要一个人陪着你写作业。你有我啊，我陪你一起写。太爱了不敢开口，泡泡烟花哎，怕和答应你的不一样。让我为你绽放的盛大烟花。给我希望，给了我光芒，可太美好的我都不敢品尝，怕尝一口药，用一生来忘。也是因为担心我害怕才不告诉我吗？